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南美洲这台货船，昨早起来到彰化凤场海峡的航道，嘛唔知啥物原因，司机来故障，货舱船入水，规个船身起大约20度。啊，同时，这个东北季风劲头，海涌是升到8米悬，这个货船差一点仔就冰船，船顶。 中国籍的船长甲船员总共7个人，决定把这个船放掉，向台中海巡队喊救人。啊，咱嘛随出动空勤直升机来救人，这个救援的行动惊险万分。486吨重的南美洲盖安那一个龙顺号货轮失去动力，伫海面浮一个，和8米悬的海涌拍甲强要冰船，而且船舱入水，船身有明显起差不多20度。 船顶总共有7个中国籍船员，已经坐救生艇等人来解救。空勤直升机到货轮的半空中，救援人员手握把好势，冒着遮强的风擂落去，将一个中国籍船员甲救上直升机。过程中因为海面上淡薄季风有够透，这个手安尼海来海去。海浪过大，无法于船上吊挂，船员穿着救生衣跳海待救。 空勤队表示讲，当时风速有50海里，应悬8公尺，直升机无法度伫空中飞伤久，所以讲呢，救一个船员送到青川港机场了后，另外3个船员由空中救护队救去家己。会发生海上船难的原因，是因为这台货轮要为高雄港驶到韩国富山港，经过中华风湾外海时，因为主机唔知因为安怎煞故障无动力，船舱入水又搁起去。 所以讲，船长决定放弃这只船化救人。详细的这都是留守的3个船员将货轮的主机暂时做处理了后，船舱的入水已经抽掉，并且交由拖船拖转去高雄港修理。